中東的戰火繼續來炭燒，影響到全球能源的供應。國際油價飆起，嘛引起到外界對通貨膨脹的疑慮。中央銀行的總裁楊金龍到立法院備詢，來聽伊安怎講。我們中央銀行的一個職責呢有2個，第一個職責呢就是說，我們要防止這個輸入性的通貨膨脹。輸入性通貨膨脹跟我們的匯率有關。所以呢，也就是說，我們的匯率一定要讓它穩定，這是第一個。那第二個呢，如果物價持續的在往上漲的時候呢，那麼可能市面上的一個通膨的預期呢，它可能就會形成。那這個時候呢，那你會升息嗎？那中央銀行可能就必須要朝緊縮的貨幣政策來執行。楊金龍講，戰爭對出口甲企業是短期衝擊，今年的經濟成長也是保持謹慎樂觀的態度，但是若是全年平均的油價起到美金100塊，物價年增率恐驚要調升到1.9%。若是通貨膨脹預期升溫，中央銀行無排除採取着調升利率、甲貨幣縮減的政策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